白內障呢一種長者常見嘅眼睛疾病，喺度逐漸影響緊無數人嘅生活質量。佢源於眼睛裏邊嘅晶體老化，變得渾濁硬化，導致到視力逐漸模糊。唔好睇小呢一種視力下降，佢唔單止令到夜間嘅出行變得危險，仲會引發更多安全啦、意外受傷嘅風險，令到我哋嘅生活變得困難重重。食飯嘅時候可能會睇唔清啲餸菜，出行十分之不方便，嚴重影響我哋長者嘅心情，退休生活大打折扣。白內障並非不可戰勝，一旦確診咧，無需要等待晶體嘅成熟，盡早手術先至係關鍵。通過個性化嘅人工晶體置換方式，唔單止可以解決白內障，仲可以一齊解決埋近視、遠視、散光等等嘅問題。記住啦，視力係我哋生活重要嘅保障，唔好等白內障模糊咗你嘅清晰世界。定期檢查，及時治療。想了解更多白內障嘅資訊，即刻嚟普瑞眼科諮詢啦！